我第一次搭交通工具咧就搭電車嘅，記得咧父親帶我去搭電車，覺得好神奇，見到點解啲車全部啲建築物冚唪唥向後退嘅，冚唪唥都咁樣，就唔知係電車向前行。以前咧，我坐電車咧好多地方咧都係見到海嘅，包括堅尼地城啊嗰度咁，而家都冚唪唥填晒海啦。就係喺銅鑼灣區有一段都係海嚟嘅，即係個維園啊旁邊啊，而家告士打道啊，即係有間柏寧酒店啊、柏寧 hotel 嗰度都係見到海嘅。1904年通車嗰陣時咧，全部係單層電車嚟嘅。咁當時咧就有26輛電車，全部有10輛咧就叫做西人車。所謂西人車咧，就即係咧就係前邊幾行係頭等，後邊嗰啲咧就全部係三等。咁其他嗰啲又叫華人車，就全部都係俾華人坐嘅嗰啲。初期咧就咁樣啦，對市民影響就好大啦，一種好快捷嘅交通工具。真真正正咧有大改變咧，就去到1949年啦。以前啲電車咧完全就冇閘嘅，咁你啲搭客咧自己可以自己中意就上車，中意就落車，甚至有啲人因逃避買飛咧，就直情咧到站就跳落車走。有啲未到站跳車嗰啲好慘，有啲跳落去就係跌死嘅。後來咧到1949年咧加裝咗一道電閘門啦，咁樣咧就係你走唔甩啦。羅素街事件咧就發生於喺1949年，就因為啲電車工人咧就要求增加嗰個薪金嚇，電車公司咧直情咧就將成間廠關咗，唔派啲電車出嚟，咁就解僱嗰啲工人。當時嘅電車工會咧就喺羅素街嗰度嘅，就警察咧去嗰度咧又催淚彈啊，又開槍啊咁樣嘅嗰次。咁後來咧，電車工會個主席叫劉發咧，都俾香港政府咧遞解出境嘅。有咗後來好多交通工具啦，對電車咧係有衝擊嘅，尤其是巴士。咁以前咧有啲人咧，如果坐巴士由中環去到筲箕灣咧，差唔多花成2個鐘頭，因為太塞車啦。嗰條馬路咧中間大段就俾電車霸佔咗。咁所以考慮取消電車嘅，咁但係後來咧嗰個地鐵通咗車啦，咁亦都東區走廊亦都通埋車，亦都有好多新嘅幹道做闢成咗、築成咗啦，咁所以咧電車一路保留嘅，到而家嚇。電車同巴士有樣咁，售票員咧唔係嗰啲搜集員啊或者乜嘢咧，巴士咧就對啲乘客好抗拒嘅。但係電車對乘客就無任歡迎嘅。總之你擠得到上去，你逼到上去你就逼。但係巴士咧就唔係啦，啲搜集員啊、售票員咧，直情起飛腳嚟掹你落去。就係只會話巴士公司嗰啲售票員、搜集員同嗰啲乘客發生衝突，告上法庭嚇，日日都有嘅。咁咧，但係電車就永遠都冇。啲人一路都係對電車好感嘅。有時我同啲學生講，你想理解香港咧，你就一定要坐一次電車。最好咧就喺堅尼地城嗰度上環，然後上環去到筲箕灣。你揸部攝影機咧，坐喺樓上最前嗰個窗口嗰度咧，你就睇到晒香港島唔同角度。